望向街中一片熱鬧，又再等到今次拉開紙炮，球衣穿起了，人人夜夜盡情笑鬧，熱血中多一次行動，在燙滾中仍看步步進攻，血汗在半空，翻身再寫扣換來美夢，累了工作悶了，別了一切困擾，盡興觀戰迷通宵，狂熱時分瘋一次不可再開波比賽，才不想等待，才不想等待，心要開，就在球場外拼命喝彩，爭一次不可再支撐所愛，才不想忍耐，才不想忍耐，吹哨子掀起了榮耀，浸沒腦海。全場不同球迷玩着手臂，全世界將呢個巨輪熱潮翻起，過這風風日子叫為你打氣。So， 全部人類瘋一次不可再瘋得可愛，才不想忍耐，才不想忍耐，一瞬間望着球員賽進步脫胎，追一次不可再追得慷慨，才不想才不想忍耐，吹哨子掀起了榮耀，浸沒腦海。之族咧不畏苦嘅，咁你哋男子組啦，派出邊一個出嚟玩呢個遊戲啊？諗住好，我同埋我，好就你啦，你三個個加咧。我哋型花一致認為我哋今日係揀低調，揀得好啊！好啦，咁即係證明男子組嗰邊咧就一定要揀。都開始先啦，有請 ，Let's go，加油！哇，好有力啊！加油！哇，距離3分都好接近喎！加油！爛咗，爛咗都照中啊！加油！哇，但係佢哋射嗰個頻率好高啊！主要我哋睇世界盃咧，佢哋個 momentum 咧係不停咁嚟咯。係咯，又入啦！聽嚟唔係大力就大晒㗎，試下準啲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同埋見識到乜嘢叫做搬龍門？你睇下3分，係人手操作嘅而家個龍門。好彩我哋係最後一次玩咋，中唔中啊？哇！射咗已經40腳啦，開始。2、1 ，OK， 夠鐘！兩分，哇！我覺得大力嘅，哇！我覺得你哋踢好啊！好啦，跟住咧準備好咧，我哋就到迎花啦。唔該晒，好乖佢哋幫我哋執波。好，唔該晒，跟住到迎花啦。哦，你受唔受得壓力咧？唔知道。受到。即係今日至少你要做翻嗰個20分嘅成績，係啦。
你唔好咁緊張先。喂 ，Icy，一次過射兩個，Icy 冷靜啲，係啊。中咗1分。喂，暫時好似唔係好多中籠啫喎。點算啊？阿根廷，佢哋係有計啊，係咪啊？佢哋用意好明顯啊。OK，來來回回咁樣嘅喎。有啊。啱啱個效率高。你知咩事啦？而家你哋都好。哎呀，有來有往啊！喂，用手揼啊！呢個係冇犯規嘅應該。2、1 ，OK，夠鐘。我哋三個，好，加油！好，我哋幫佢執波。好自動自覺啊！我發覺 train 得好好喎，發覺你哋分工明。佢哋好似打多咗好多人咁啊！就眼望落去，係櫻花呢邊咧完全係人丁單薄啊！係啊，有啲氣勢輸咁少少咁，但係都冇問題嘅。我哋最後都係憑實力㗎嘛，係咪先？冇錯。好，準備，你有30秒嘅時間，準備好就開始。加油！有啊！第一球就撞柱啦，又撞柱，放咗2個。一入就3分，同埋佢又射爛咗個籠啦。唔緊要嘅，通常佢哋呢組咧都係人手操作嘅。哎呀！用手擺入去啊！嗱，見到飛算乖㗎啦，唔出貓。如果俾咗係我嗰個位，實擺佢落去3分嗰個位嗰度。用隻手撈翻入去啊！嗱，就撈咗一下啦。好，3、2，換唔換得切？1，慢俾一腳。OK，夠鐘。哇！你見到龍門嗰度係盤滿缽滿嘅而家。多咗3個射手啊，因為佢哋係啊，好得你哋要超過20分嘅話，至少攞7分，真係唔難嘅。波又多咗時，嘅遊戲王啊！哦，一嚟有踢哇，做啊！嗰啲氣勢喎。你好有力。喂，你小心啲啊！公司 property 啊，你唔好多一腳咧。嗱，完全係私人恩怨啊！嗱，Hans 嗰啲 fans 啊，或者你 sport 嗰啲隊友咧，要尋仇咧，指今晚 VN 啊！犀利，而櫻花咧都唔差，有17分。恭喜西班牙！去做呢一個嘅預測啊！嗱，我哋呢邊玩得開心啦，其實咧喺蘭桂坊嗰度咧都非常之有氣氛㗎，一齊睇下蘭桂坊嘅現場情況係點樣先。啱到啦個比數，不過就係西班牙贏。大家睇翻全民開波嘅 MV 歌，我就着住件西班牙。其實冠軍一早已經俾我預定咗。呢就係神秘啟示嘅原來。我認為係阿根廷會贏，因為我婆婆叫 Tina，所以我哋要支持 Argentina。好嘢！我覺得阿根廷會贏，因為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大家記住睇波啊！決賽，拜拜。